这是草书，看明白了吗？王爷，参见王爷。免礼。哎，大同，你怎么来了？王爷，晴柔，我在市集上听到一些传言，特来告知你们。哦，是何传言？大家都在说二王爷宅心仁厚，皇上身体不好时，天天在身边伺候着。害了你！王爷，这些虽是民间的风言风语，但是不得不防啊。要是传到皇上的耳朵里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哎呀，都怪我，尹晴柔，你真是个猪脑子，怎么就没有一点点政治觉悟呢？好了好了，晴柔，此事是本王的决定，与你何干？你们也不必烦忧，何况本王本就无这争夺皇位之心，所以此事啊，并无大碍的。王爷，李章斗胆一言，但说无妨。虽说您对皇位没有争夺之心，但是如果这皇位被别人夺走了，您能保证全身而退吗？这大王爷就是前车之鉴呐。谢延启，你之前无夺嫡之心，是因为大哥宅心仁厚，有明君之相。如今大哥已逝，若这皇位让二哥夺了去，世间必将生灵涂炭。如此这般，你必须好好想想了。这事情竟有如此传闻。是。这市井之言不可轻信呐。这齐儿的秉性，你我都清楚。朕在病中，这齐儿每日都进宫，照顾在侧呀。你看，他看朕的腿脚不好，就给朕送来了这个轮椅，说是找能工巧匠特意为朕做的。你看他什么时候把孝心挂在嘴边了？还不都是付诸于行动吗？可事情为何又有此传闻呢？这其中必有蹊跷啊！要是义儿活着，你我就不必为此担忧了。皇上这番话，不由得又让我想起义儿。唉，不要难过。朕的身体也大不如前了。我看，最近朝堂之上，为了皇储之事，也有些异动。我们还是趁早决定吧。王爷，都这么晚了，双儿，吃点东西吧。外边可有耳目？王爷放心，都已经离开了。双儿果真聪明。过几日，相国大人会正式设宴，收你为义女，你要好好把握机会。
双儿知道。你是青楼出身，王爷放心，双儿定不负所托。哼，你们这些臭男人，还真以为本小姐是青楼之人呢？本小姐那可是下得厅堂，上得大床，岂是你们这些古代的蛮人所能理解的？早晚有一日，要让你们为轻视我而付出代价。双儿，你这一去，是儿臣应该做的。为父有意让你们二人同进御书房，协助朕一起处理朝政。你们二人意下如何呀？谢父皇，儿臣感激不尽。妻儿，你呢？为父皇分忧，此乃理所当然之事，儿臣定当鞠躬尽瘁。起来吧。谢父皇。你们兄弟二人一定要齐心协力，协助父皇。是。好了，下去吧。儿臣告退。三弟，你说父皇让我们共同议政，是所为何事？二哥以为呢？三弟那么聪明，想必不会不理解父皇的用意吧？他是想在你我二人之中选出太子之位。二哥怎可如此揣测圣意？难道三弟不这么想吗？四弟玩世不恭，父皇肯定不会将太子之位给他的。那以二哥的意思，你我二人谁更合适呢？那我倒想听听三弟的意见了。王爷，相国府送来的信。相国府。相国此举，到底意欲何为？
义父在上，请受双儿一拜。双儿，起来吧。诸位，这位就是我新收的义女双儿。双儿见过各位大人。原来此人就是谢元齐，长得倒是不错。哼，管你是谁，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今日承蒙各位大人光临，小女不胜感激，唯有以义务聊表谢意。妹子，王爷不让你来，自有他的道理。你为何如此固执，来凑这个热闹？哼，他不让我来，我偏来。哎，不是我说，我让你来是让你跟你家嫣然相聚的，不用管我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我走了，你们能行吗？放心吧，没有问题。记住啊，千万不要闹出动静，我一会儿回来接你们。哦嘞。男人果真都一样。可别把我算在内啊！闭嘴！你们都是外貌协会的，他谢元齐竟然给丢下了，自己却跑来看姑娘，我到底要瞧瞧是何方神圣！哎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啊呸！本小姐逆反心理重，你不知道？哎，你看得清到底什么人吗？那么远谁看得清啊？谁？阿果，你快掐我一下！这真的是他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没有看错，除了他孔双双，还能有谁啊？我去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！没想到这个女魔头也穿越过来了。看来这周大同啊，说的是真的。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啊？我们还是走吧。你给我振作点儿，今时不同往日了，你可是准王妃了，不用怕啊。哎，她怎么就变成相国的义女了？这里面一定有阴谋。谁？啊！快跑！站住！快点！双儿，你没事吧？义父，双儿没事，多亏三王爷仗义相救。哦，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？没事就好。诸位，来喝酒，喝酒。双儿谢三王爷救命之恩。姑娘言重了。双儿虽不胜酒力，这一杯还是要敬王爷的。
好。王爷，您将来的事。王爷，啊，舅父，我那义女，你觉得如何？双儿姑娘花容月貌，舅父得此一女，真是好福气啊！王爷既然满意，老夫就将这义女赠与王爷做个妾，如何？啊，舅父说笑了，此事万万不可。哦，你这是嫌弃我那义女不够姿色，还是嫌弃老夫我高攀不上啊？当然不是。舅父，您喝多了。我清醒得很。小女嫣然自幼跟你青梅竹马，老夫早就把你当成半个儿子，可没想到啊，哎，也罢，嫣然她没有这个福气呀。舅父，嫣然与尹浩乃是天生一对，舅父您就不要再介怀了。你已经有了王妃人选，老夫不勉强你，可老天可怜老夫，又给了老夫一女。老夫这一女出尘脱俗，虽说是个义女，送给你王爷做个妾，也不会辱没了你吧？老夫就把她托付给你了，也算了了老夫的一个心愿。舅父，您真的喝醉了？我没醉，没醉。双儿，义父，王爷。双儿，我把你托付给王爷，你可有异议？双儿并无异议。双儿既无异议，那老夫就做回主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舅父，这盛情，言其实在不能接受。你，王爷可是嫌弃双儿？义父既然已经开口，王爷如果不要我的话，双儿还有何颜面活在这世上？双儿不如死了算了。不，双儿姑娘，你误会了。三弟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你怎么能如此不解风月呢？双儿姑娘花容月貌，又对你有意，你如此拒绝她，岂不是太无情了？那若是这样，就先让双儿姑娘暂居舍下，日后再议吧。王爷，这三弟啊，你真是太有艳福了，羡煞哥哥我了啊！王爷，双儿姑娘到了。请进来吧。是。双儿见过王爷。双儿姑娘，就让李章送你去房间吧。我现在还有事，就不送你了。姑娘，这边请。双儿姑娘，这位是王爷未过门的王妃尹姑娘。双儿
见过尹姑娘。咱们这边走吧。李大哥，双儿第一次见尹姑娘，觉得甚是亲切，不如就由尹姑娘带双儿去吧。这该来的总是会来的。李大哥，没关系的，我来吧。那有劳尹姑娘了。李大哥慢走。不错嘛，尹清柔，这都混成王妃了。你说古代人的眼睛是不是都长背上了？就你这种货色，也能混上王妃？难不成是因为这古代没有美女吗？不对呀，我不就在这儿吗？尹清柔，我这都过来了，识相的，你就给我马上消失！哎，孔双双，我告诉你，这可是古代，我不怕你。这儿没有什么剧组，也没有什么大明星，更没有什么小助理。跟我来。哼，进来吧。脾气见长了，尹清柔，翅膀硬了。去，给我倒杯水去。切，又不怕烫死。哎，不对啊，我为什么听他的话？孔双双，我可告诉你，现在可没有什么大明星，这儿是古代，大家都一样，还轮不到你使唤我呢。看来你是不打算穿越回去了。回去以后，我还是我的大明星，你还是你的小助理，这一点是改变不了的。你最好给我小心点儿，识相的就好好伺候我，别惹怒了姑奶奶。你谢延启，这事我跟你没完！哼！谢延启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怎么？你把那个双儿姑娘接回家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双儿姑娘是暂时住在这里，过些时日，她自觉无聊也就会离开了。那她什么时候走？什么时候？怎么？你与这双儿姑娘有过节啊？我不管，反正呢，有她没我，有我没她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哎，去哪？去哪？太远了，太远了！坐下去。一跑，还不跑，跑！3、2、1，开始。我可是良家少女。老公，哎呀，你开始。